家己祝平平安。今仔日是2022年8月23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第10篇，耶利米书第7章16节到26节，启示录第3章第7节到13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得胜的人。有一首黑人的诗歌叫做《We Shall Overcome》，中文有人翻译做“我们必得胜”台语呢，咱翻译做“咱要出头天”。这是伫美洲黑人受奴役的时阵因非常爱唱的一首的诗歌。这是创作伫1901年的时阵，原本是一首福音的诗歌。但是后来却成做黑人运动的一个歌曲，特别是1945年伫美国的这个南卡罗来州的查理士敦市这个黑人这种这个叫做雪茄的劳工抗争的中间，当这时定位是叫做暴动啦伫迄中间，这首诗歌成做黑人自由运动最主要的抗争诗歌。所以这首抗争的歌曲对福音诗歌来是真有意思因为咱的得胜毋单单是伫这个人的努力的内面家己去奋斗，咱更较需要上帝稳定的同在。互咱才会通出头天，会当来得胜。既然咱要爱靠主来得胜，那安尼时阵，咱甲上帝的关系就是一个真基本的要求。一旦咱离开上帝的道路，就去失去了保守。大笔用伊各样人来形容上帝。甲伊或者是讲世间人的关系，因为伊家己也捌是一位牧者，所以伊真非常的清楚伫犹太旷野牧羊的情形。羊群需要一步一步跟对各样人的脚步，才会通确保后一喙的青草因食会着。也才有机会安全达到伫因要去的所在。但是迄个失迷的羊，就是已经离开各样人的带领，各样人的保守，是毋是会通得到安全，就真有问题耶利米书第7章16节到20节，上主讲。耶利米毋通替正的人祈祷，也毋通替因哀求。你毋通我来祈求，因为我无要听。敢讲恁无看见因伫犹大逐城镇，伫耶路撒冷的大街小巷做甚物吗？因的儿女收集木材，老爸点火，老母拿面粉丸做贡饼，献互因的女神。因也要用别个神明来献酒，故意来刺激，互我受气。其实因毋是伤害我，乃是伤害因家己，因自取侮辱。所以我至高的上主要将我的受气摒伫这座的圣殿，也要摒伫人、动物、树木各五谷的顶悬。我的受气要亲像大火、炎火来烧，无有人会当拍花。以色列人离开上帝，也互家己生活乱七八糟。因却掠做家己是非常聪明、真牛，想要故意来刺激上帝。
但是事实上却是自取侮辱。有人问，为什么上帝无爱先知耶利米为着以色列人来祈祷？伊毋是爱先知来传预言，互以色列人来悔改吗？是啊，传悔改福音是先知的责任，但是问题的重点是在伫以色列人根本就无要领受，所以上帝这种讲法是一种宣告式的讲法，因为以色列人心内公义，并且想到透过这种方式来侮辱上帝的名，但是事实上却是伤害因家己。以色列人这种的愚妄的想法、错误的做法，其实到现代人也是在发生，敢毋是安尼？人掠做对得上帝会当互家己来出头天，但是事实上是无可能的，因为受伤害反倒当是因家己。上帝甲先知耶利米安尼讲。我只有命令因来听叹我，安尼我就做因的上帝，因要做我的子民。我要爱因遵守我的道路，安尼因就会万事亨通。不过因无要听我，也无要插我，反倒当受家己迄种真固执邪恶的心所支配，愈变愈歹。对恁祖先离开埃及迄一天，我一再差派我的仆人先知向恁传话，但是无有人会插，无有人会听，因比恁的祖先搁较固执，搁较悖逆。基督徒要爱得胜，必须爱行伫上帝的道路顶悬。咱想看觅啊，当这时出埃及的第一个大困难是甚物货？就是过红海的事件。伫后壁，埃及法老的精兵部队600台的战车，这对这群数量真大却是完全无能力的乌合之众，以色列人来讲，就是一条失败的路。就算因有60万通好烧战，但是伊远无法度对抗训练有素的埃及部队。头前呢有阻碍，红海阻挡，要安怎会当过红海？是当初是以色列人甚至摩西真头疼的一个难题。要带领遮侪人来看过红海。伫迄个时阵也无桥梁，搁较无船啊，何况因有老的、弱的，甲妇人人、细汉囡仔，拢总超过200万。这个时阵，因唯一会通得胜的机会，竟然是一支雇羊人的关啊！以及摩西所介绍互因迄位看袂到的上帝。约翰伫启示录中间安尼来讲你着爱写批互腓拉铁非教会的天使，讲迄位神圣佮信息即种的代笔的锁匙，开着门就无人会当关，关门就无有人会当开。伊安尼讲。我知你所做，我知你只有一点点的能力，但是你得爱遵守我的话，也对我忠诚。我已经伫你的头前开一扇门，是无有人会通关掉的。你有够野的信心来帮助你家己赢过困难吗？你有够野的气力赢过头前的困境吗？圣经甲咱讲，耶稣看因讲，人是袂话，上帝是无共款，因为在伫上帝凡事拢话。就是伫马可福音第10章27节，
约翰又去讲，看遐个撒旦会共党诶，自称犹太人，其实毋是犹太人诶遐个骗。我要互因来，伫你诶骹前来跪拜，互因知我是听你诶，因为你遵守我诶命令，忍耐到底。所以，伫患难临到全世界、全人类受试探的时阵，我要保守你。我就要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毋通互人夺去你胜利的花冠。迄个得胜的人，我要互伊成做我上帝圣殿中间的条啊，伊永远无阁离开。我要伫伊心上刻我上帝的名，甲我上帝的城的名，就是迄个对天顶我上帝遐降落新耶路撒冷。我又搁要伫伊的心上刻我新的名。圣神国教会所讲的话，有耳孔的拢通听。诗篇第10篇，上主啊！你哪会徛远远？患难的时，你哪会秘直毋插阮？歹人骄傲癫狂，甲困苦的人入条条，着互因陷落家己所设的计谋。歹人看口因心内的欲望，贪心的人亵渎上主，藐视伊。歹人骄傲，心中无上帝讲。上帝袂追究，歹人所做事事顺利，上帝的审判因无看在眼内，所有的对着因拢藐视。歹人的内心讲，阮一定袂失败，世世代代袂拄着灾难。歹人满嘴咒诅、奸诈、恐吓，因的指恶毒、虚假。因伫庄内埋伏伫长胆，目睭直直地想无依我的人。因秘伫隐密的所在，要杀害无辜的人。因埋伏伫隐密的所在，亲像屎秘伫血内。长胆要掠散赤人，用梦甲因的梦伫拖去。因屈伫长胆。互无依我的人陷落因的绕背，因的心内讲上帝袂记得，伊伊的面永远袂看见。上主啊，求你起来！上主啊，掠起你的手，毋通袂记即散赤人。歹人是安怎藐视上帝？心内讲伊袂追究。上主，你有看见恶毒怨妒？你拢得监察，你要用你的手报应无依我的人，将本身交代你。你一直有得帮赞孤儿，愿你拍断歹人的手骨，愿你彻底追究因的歹。上主做王，对永远到永远，列邦对伊一地消灭。上主啊，散赤的人的心愿，你会听。你要壮因的胆，耳孔听因的祈求。你要替孤儿甲受压迫的人伸冤，互世间人无去恐吓因。恳求上帝帮赞阮，愿意甲你结连一个死正的关系，来挽靠你，成做一个得胜的人。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